人生行到某個階段嘅時候，身體開始慢慢出現一啲嘅變化，冇以前咁好體力，同記性都差咗。有時候心裏面都會出現一種講唔出嘅擔心，擔心健康，擔心將來。但係神知道我哋每一個人依家行緊嘅路，佢冇忘記過你，亦都冇放低過你。提摩太後書1章7節，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，乃是剛強、仁愛、謹守的心。聖經所講嘅謹守嘅心，就係節制。當聖靈喺我哋裏面作工嘅時候，心就會慢慢安靜落嚟，情緒都會慢慢穩定，亦都學識咗幾時要停，幾時要放低。節制係一份保護，保護我哋嘅心，保護我哋嘅思想，保護我哋唔被恐懼拖住走。就算依家身體冇以前咁好，神仍然將一個可以安靜依靠佢嘅心放喺你裏面，你依然被神保護，依然係寶貴同有價值㗎。親愛嘅天父，你知道我哋總會有擔心同埋不安，擔心自己嘅身體，擔心自己嘅將來。求你用你嘅平安充滿我，提醒我，你賜俾我哋嘅唔係膽怯嘅心。求你再一次將剛強、仁愛、謹守嘅心放喺我哋嘅心裏面，讓聖靈引導我哋學習安靜，學習交託，學習活喺你嘅平安之中。我哋相信你賜俾我哋嘅唔係一個膽怯嘅心，而係節制同平安嘅心。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之聖名祈求，阿門。